欢迎收听7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38篇到140篇，认识你，认识我。我们认识谁，谁又认识我们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它听起来有点超过，但是在生活中好像真的有听过这样的例子真实发生哦。有一位男人呢，他很怕他老婆。有一天呢，他老婆呢又当着这个客人的面跟他吵了起来，然后就在那个吵架当中，竟然打了他一耳光。为了男人的面子啊，这个男人呢在当下竟然壮着胆子就大吼说：“你敢再打我一下？”我们猜到了吗？他老婆会做什么？结果他老婆毫不犹豫的又打了他一个耳光。男人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吓不住老婆，没有办法喝止他，他只能说：“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你一次。”我们在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太夸张在生活中好像真的也会上演的一个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不会说这对夫妻很有默契，但我们会说他们很认识对方。然而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认识是更深更广的，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认识，或者是出现在诗篇138篇到140篇一直在说知道、认识，在说的其实那个认识的原文就很像夫妻关系发生肉体关系的那个亲密跟那个连结。这个认识是一种经历，不只是知道，而是真实的认识对方。所以在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138篇到140篇的时候，这是一个诗人他很真实的经历，所以他在这个真实的经历当中，他能够面对那困难的环境，像138篇所说的，他在这个患难中被围困，但是他知道主保守他的安全，他知道主会击打这些狂傲的仇敌，他知道主用他的力量就能够救拔这个诗人。所以诗人他献上祷告，他数算上主的作为，因为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他会按着他的应许，主会按着他的应许，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要在我们这些信靠他人身上完成他对我们预定，他对我们那美好的计划，创造我们那美好的心意。所以来到139篇的时候今天的诗歌也是从这而出，这个展开清晨的翅膀。139篇 RPG 祷告的经文14节，这里说：“我颂赞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非凡，我心里深深领会。”诗人感受到，原来我这个生命的受造是在主你深深对我的认识当中所造成的。我在母腹当中，主你已经认识我，我还能够去到哪里来逃避你呢？我还能够去到哪里隐藏自己的心意呢？因为我怎么想，主其实你都知道。然而在这个诗篇里面，我想更重要的，这位诗人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寻求主在这里的祷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领会或者是领受，就是诗人知道在主那里有最美好的事，所以他愿意将他的心思意念都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鉴察，让主来认识。这个认识其实不是因为主需要认识我们，而是透过这个过程，当我们愿意被主来认识，当我们敞开心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主他早就认识我们了，他可以不用认识我们，但是是因为人需要感受到我是被认识的，我是被接纳的，甚至我的心思意念真的有因着我对主的认识，我对他心意，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当我认识之后，我就会把我自己的生命那真实要行的去对准，好像我们在量那个几公分的时候，你会拿一把尺出来，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是1公分？因为你有看到那个刻线。所以这个认识是我会去对齐我的主，我还要看得到这个刻线如果我看不到，我就说这个是1公分，这怎么可能是1公分呢？所以在这当中，其实诗人在讲一个很深很深的关系是，主啊，你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主，你知道我今天有没有骄傲？主，你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糟？因为主成为我们的标准，他成为那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那种量了不对直接被淘汰的标准，而是当我们去丈量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有对齐的时候，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就像今天进入140篇说的，是脱离这邪恶的人，脱离邪恶者的权势。这里讲到很重要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帮助我们有一件事，我们开始会有一种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会分辨得出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会分辨得出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环境、规则、律法、次序，或者是心态，或者是选择。在这当中我们慢慢的知道，所以诗人来到140篇的时候，他向上主求保护，因为他知道，因为他认识。知道跟认识的中文这2句中文在希伯来文都叫同一个字，叫亚大。这个知道就是一开始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知道。所以当人真实的经历到那个亚大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即使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我都能够脱离，因为我的主认识我。而我认识神的时候，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在其中脱离。也就是说，邪恶的环境不会因此消失，然而认识主的人已经知道出路在哪里，已经知道怎么走出去，不在其中受到罪恶的辖制捆绑，甚至是渗透。所以在139篇，其实最后我讲了，我说上帝啊，求你查验我，知道我的意念，求你考验我，洞悉我的心思，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来默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什么属于我和上主的故事？这其中我对上主特别的认识是什么？在世界牧师的生命当中，特别在过去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我所认识的主对我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就是他让我什么事情不是过多，也不是过少，不管是时间也好，事情也好，资源也好，连结也好，环境也好，总是就这3个字，叫刚刚好。这是我对他特别的认识。无论我以前做任何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去，我发现主对我的心都是刚刚好。所以到后来我真的知道那个刚刚好，就是你要一直去对其他的心思意念，因为刚刚好其实是一个最难丈量出来的东西。然而当我们对齐主的时候，主亲自带我们到那个刚刚好的里面。我想主也对你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因为他深深的认识你。那愿主也让你来经历他你跟他之间的那个故事，那个特别的认识是什么？愿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创造我们奇妙可畏，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不论在这个世上看来是好或不好，主，我们相信主在这当中，你有你的心意，你有你的期待，你有你对我们的计划。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就知道在患难中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就知道在这些罪恶当中，我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更是知道，原来主你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心意，而在这些心意当中，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越来越亲近你，我们也越来越经历到你。你是赐福的神，你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赐福中越来越好，不仅是看得见的越来越好，更是心里面感受的越来越好。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创造中活出那属于主你独一无二的位分。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气息可以持续的因着认识你，在世上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对你那奇妙可畏的心意，让你因着认识他，来更多的察觉跟发现自己生命中的亮点，也成为照亮别人生命的光。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